行政院伫7月提出8萬戶細厝家庭支持計劃修正版本，本地拍算講要起13萬戶的社會主體，所提價只剩3萬戶。外界質疑講賴總統的政見跳票，內政部長劉世豐當時表示講，全國尤其是六都無人住的厝，計共有60多萬間，創新高。若閣起新的，恐驚會造成真濟空厝。政見跳票創惡例，棄守社宅毀制度。即馬厝價懸，厝稅也愈來愈貴。為着要實現居住正義，政府推動社會主體。有兵團指出，行政院7月提出的8萬戶租厝家庭支持計劃，這個新的修正版本，縮減114年至121年，這8年原本講要起的13萬戶，減做剩3萬戶，改用包租代管的方式取代，這支賴總統的政見跳票。以這個無愛起社會主體這個做法，基本上是背離咱10幾年來規個台灣的社會主體的政策的路線。兵團也表示，社會主體因為是公共的建設，有無障礙的設施甲托育空間，依法也要保障弱勢，互身心障礙者、高齡者、青年、結婚生子的家庭有優先入去段的權益。這個攏是包租代管甲租金補貼無法度取代的。咱社會主體袂當擺脫弱勢，吼，咱甚至是個弱勢優先包租代管這個市場。會牽涉到這個厝主是不是願意將厝租給老人？直接興辦，你蓋完是留給下一代子孫，留給我們的弱勢，留給我們的老人，留給我們北漂的年輕人一個安穩的、穩定的，由政府主導，不會有租屋歧視的一個租屋空間。那內政部長蔡樂是回應講，目前全國尤其是六都無人住的厝，總共有60多萬間，已經創新高。若是閣起新厝，恐驚會造成空厝愈來愈濟。也強調，包租代管也算是社會主體的一種，毋是一定要起新厝才算是社會主體。記者郭友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